喂，各位想喺元朗上車或者投資嘅朋友，置業家同你介紹呢一間屋苑式設計，仲連埋天台嘅單位，安全性、實用度同舒適感直接拉滿。聽我慢慢同你講。單位坐落錦上路發展區，多種交通接駁出入，去市中心、行街、買餸、食茶記，真係方便到你唔信。單位入邊實用大約700尺，做咗2房1廁，每個角落都經過精心設計。個廳夠晒闊落，採光度十足，仲有個露台，俾你得閒種下花花草草。一間臥室，一間書房，非常適合小家庭、小情侶居住。最重要係個天台，係你嘅私人天空領地。業主做咗個空中小花園，可以擺張台凳，打造成空中花園咖啡。每日起身對住藍天白雲，飲翻杯咖啡，真係夠晒一流。同樣價錢，市區可能只係買到舊樓劏房，但呢度你擁有嘅係屋苑式設計，私人天台，發展中地段。有眼光嘅投資者已經開始掃貨，你仲等咩？快啲打電話過嚟置業家約睇樓啦！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啦！